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特别精选大家有够熟到会当暗念的圣经节，来回想各位咱过去对幼稚园开始就听过的故事，来思考迄中间上帝为什么款的启示。讲到五块饼两尾鱼，我相信这已经成做基督教界第一重要的 logo。台湾有侪五块饼两尾鱼的商店。有餐厅，有涮涮锅，永和四号公园边有五块饼两尾鱼的 brunch， 有披萨薄饼、音乐教室等等，连衫拢有五块饼两尾鱼的牌。会当讲五块饼两尾鱼已经成做知名度上悬耶稣牌的新者，而且伊毋是干那是新者尔定，伊这个记载是伫4本的福音书拢总有，咱爱会记哩。耶稣伊的信者，耶稣伊所讲的话，无拄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因为前3卷叫做强卷福音，第4卷甲头前3卷无讲介悬款。总是这个圣经节是记载伫4本福音书拢有。这个事件伊的开始的时间是伫半过节，圣经讲是对半过节开始。咱会记哩半过节的时间，差不多要甲咱的各偌济要共款。差不多是3月、4月时阵，3月、4月时阵，而且咧，迄个时阵拄好是犹太人建筑完成，未收割，因为咱知伊是对10月、11月才开始落雨，雨落了，因才开始种植，开始野种，开始烧草，然后咧，听候到5月底五旬节时阵，因拄会当收割，所以3、4月时阵拄无代志，赢。这个人听到耶稣渡过加利利海，来到别塞大的旷野，所以因着规群要来组织。圣经讲超过要5000人，今日5000人是查甫人、妇女甲囡仔，佫无算。这个人围雷斗阵，然后马太福音讲耶稣看到这个人就怜悯因，治好因的病人。马太福音书中间，耶稣为因治病。马可福音书记载，耶稣看济人就怜悯因，那亲像羊无牧者，就开喙甲因教示。哎呀，马可福音书耶稣讲道，路加福音书记载，耶稣搁讲道，搁治病。比较四福音书的记载内容，约翰福音伊将伊的焦点放伫人。看到耶稣这个信者了后，人的反应。约翰福音书记载讲，会当看到一个问题以及3款的答案。耶稣看到侪人群对伊食饭的时间到，伊就问回来讲，要倒位去买饼叫这个人食？这个问题发出来了后，回来就讲，就算讲有200个银仔买物件互因食，嘛无够这个人食。小可各位解说一下，迄个时阵的一个银仔，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咱也有看过圣经记载讲，有迄个布道行欠工人有无？伊的迄个园主分3、4届走去请人，一开始因的工钱偌济，一个银仔。所以200个银仔，照迄个时阵的物价来讲，差不多是200块银。咱小算一下，200个银仔，200块银，差不多偌济钱？4万块。对吧？代表4万，咱来去买 Costco 买吐司，会当买几条？买无1000条？1000条有吧？差不多1000条，1000条一条20片，差不多是2万片。2万片要互5000个人食饱，可能我家己就食袂饱。毋是讲2000条我食袂饱，是分一个人4片，佫无拄会饱。何况还佫有囡仔甲负责人，所以。汇率伊的意思就是饼伫钱用钱买会到的所在，总是阮的钱无够。这个时阵有另外一个学生安德烈，伊就讲有一个囡仔手头有饼。这个学生的回答比头一个佫较无实际，因为圣经讲这个囡仔手头几块饼？5块饼2尾鱼，原底敢若够这个囡仔一顿在食食。总是无可能满足5000人的需要。
只是这个囡仔听到耶稣在问，看到人，耶稣跟学生在对话，看到人在咧不倒腰，就单纯讲我有，就将伊手头的五块饼两尾鱼交伫耶稣的手。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无要用较侪时间来讲，这个饼生这个饼也是迄个鱼生做三款。总是若是照原文，这个鱼仔的意思有可能无拄是鱼，有可能是调味料。因为伊用的字甲过去在说鱼的字无共款。毋过无论是鱼还是调味料，这个五个饼经过耶稣的手传出去啊。结果当时在场的人食有饱无？有。有剩无？剩偌济？剩12拿。群众食饱，望不到说这果然是要来世间的先知。那这句话用来回应耶稣的问句，讲饼伫倒位？这句话应该是讲饼伫有能力的人的手。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听候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带因，来拯救因。因相信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来，咱来搁一个来回顾。耶稣问。饼伫倒位？学生讲饼爱用钱去买，只是咱的钱无够。囡仔讲我有，群众讲饼伫有能力人的手遐。学生的回答是根据现实，因为因钱无够嘛。囡仔的回答是根据单纯，群众的回答是根据因的经验，因食饱。伫五块饼两尾虾身正中间，咱看到主用一个单纯的囡仔做代志。兄弟姊妹，学生。囡仔甲群众显明三款甲主关系类型，而且这三款人拢伫咱的教会。什么意思？因为学生就亲像迄个老的基督徒，囡仔是倾着为主摆上、为主来用的人，群众就是要得到好处的人。老的基督徒，伊伫教会真久，总是因的信仰有一个危机，就是你伫的思考慢慢的较赢过信心的瓦壳。做主的工，有时拢会用人的思考来去衡量，慢慢袂当完全交托。想要利用主的人，真容易去有好处去因。因若食到一点仔好，想要得到较侪，若是得袂到，我头做会走。所以今仔日的故事中间，牧师望有几点，甲大家做伙来去思考。第一，上帝的心意需要咱的同工。台湾人，莫讲台湾人。我去过其他国家，华人的基督徒有真侪一款型的吼。我要找一个教会参加，我先看卖啊咧，这个教会离阮兜有远无？交通利便无？礼拜堂大间无？是新的还是旧的？偌侪人咧聚会？有钱人有无？有人气无？啊，迄个讲道是大牧师还是小可传道？讲道有好听无？圣歌队唱了有好无？咱的教会的圣歌队唱了有够好听。然后伊一个历史特了后，80分，那安尼一卡踏入去，我要来享受这间教会。有真侪人选教会是安尼选的评分评一评了后，一卡踏入去，我要来享受这个教会。另外，亲爱的姊妹，教会不是叫咱去享受的，教会是爱咱去起做的。咱的教会是毋是有时拢安尼想讲我的时间欠缺，那安尼主啊，叫你将代志甲迄个事物变出来，甲食物变出来，结果咧，袂记你讲，甲第6块内底各有5块饼2尾鱼。另外，亲爱的姊妹，请问咱有想过无？今仔日假是咱的少年教会要成长做5000人，上帝要怎样照着咱来满足5000人的需要？请问咱的5块饼2尾鱼是倒位？耶稣是不是会当对我的手来传出5块饼2尾鱼？今仔日这个知名度上悬、识别度最高这个新约，伊的关键在哪里？在伫有人愿意对伊的骹膀仔底将迄个5块饼2尾鱼吟出来，将这个新约继续传落去，摕出5块饼2尾鱼的囡仔，伊无得算盘了后，才来甲物件交互学生。伊听到耶稣甲学生的对话，伊看到侪人伫咧摇不倒，伊知影现主时就是伊应该对5块将伊的骹膀仔对5块饼2尾鱼刻出来时机。这个囡仔单纯摆上的，真做主所动用的。有时阵咱常常会讲：“哎呀，迄无欠我一个啦。”
无可能啦，我无迄个温书，我也无当真吼，想者心内去用笑啦。然后就伫危险中间，甲主的恩典相相信。第二，咱的信心应该爱亲像囡仔，真单纯。哈，你心爱，咱会当背主祷文无？来，咱做伙来读第一句，好不好？预备来，我伫天灵的爸，较大声咧，较有感情的吼，来，再来，我伫天灵的爸。哈，你心爱，当咱在读这句的时阵，你的心有感动无？咱的心有感动无？咱伫天灵的爸有迄个信心无？咱请上帝做天父，就要有迄款的信心，因为这个天父充满了疼，伊疼你疼我，都亲像献上五块表2尾鱼的囡仔同款，伊无咧烦恼物件摕出了后会摇不动，真正为着主摆上的人，主袂叫伊吃亏。有一个故事，趣味的故事安尼讲美国，咱真侪人拢去过美国，对不对？美国中西部遐真侪沙漠，真侪旷野沙漠遐，沙漠很多，欠水嘛。有一个小镇，伊伫迄个沙漠中间，一年无落雨，大家人真烦恼。伊就去找牧师，迄个小镇内底干了一间教会。牧师啊，咱是毋是来做伙求上帝落雨，做一个叫求雨的祈祷会？牧师讲好啊，咱大家做伙来。所以规定的人拢聚集伫教会中间，要来祈祷求上帝落雨。所以就开始祈祷。主啊，好有雨，互我会当来去种植。祈祷到一半，雷公死啦！啪！我真正落雨啊！我大家欢喜对不对？哇！感谢主落雨。开始有人在哭，先怎 ？No， 因为无人造雨伞。那你姊妹，因去教会创什么？去祈求上帝落雨，却唔相信上帝会落雨。这个新娘娘有一个查某囡仔，真欢喜，对伊的位下面摕一支线，细支仔线，然后牵因小弟，咱两人做阵举着一支小雨伞，真欢喜出嚟啊！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有信心无？有，我相信大家拢有信心，不过大部分拢是迄款计算过的信心，什么意思？今仔日，我相信某一项代志的成就，是因为伊有侪条件。我只有这条件满足了后，若无变数，若无意外，就会达成这个结果。这个叫信心吗？我伫学校中间，有人讲：“我相信蔡老师不会当掉我，伊袂甲我当掉。现在我只要逐礼拜来上课，交的报告紧甲交咧，我绝对袂当掉。随便还袂到你期末，我相信袂当掉。”兄弟姊妹，这款的信心，不教导嘛有，道教导嘛有，民间信仰的，甚至无信有神的人拢有。后壁他的信心会互上帝欢喜，是因为无人伫85岁个人生囝，迄是甲生理的事实相违背的。摩西的老母，伊的信心受到欢喜，是因为伊决心要甲法老来对抗，迄是无可能会较赢的。摩西会当带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因为伊有互水分开的信心，迄是违反经验的。兄弟姊妹，台湾基督徒的信心生做啥反应知无？有4句话：祈祷还祈祷，烦恼还烦恼，烦恼就来祈祷，祈祷了继续烦恼。耶稣讲：既若要承受上帝国，若无亲像囡仔。决断袂当入面，犹如会阻挡咱的服侍甲奉献，考虑太济，会失去甲上帝同工的机会。第三，唔通互新约停伫你的手。圣经记载，耶稣摕着5块饼2尾鱼，往天来祝谢，擘开传互学生，然后咧学生传互众人。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是在传的过程。每一个人拢会参与伫属灵养育的工作，将恩典传落去。有可能咱想讲，我这个人自美势，无足轻重。总是只要咱愿意摆上咱所有，无论偌济，上帝伫咱的生命的成就，远远超过咱所想所求。有一首诗歌，
牧师真意爱甲咱做伙来分享，叫做 Rainbow 的 Thank You。咱先做伙来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大概听，大概也袂使，我再去研究2届啊。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For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So glad you came. 各位亲爱的姊妹，上帝予咱济济恩赐甲恩典，爱的就是爱咱将这个传出去。我想咱所做小小的动作，无得靠咱已经袂记哩啊，也是咱袂记哩讲我做相反的代志。不过对济济人来讲，有改变因的一生。咱是不是有真济？在咱的生命中间，咱是不是有济济人爱甲因讲 thank you？ 我嘛相信，咱真意爱诚做有正人甲人讲 thank you 的对象。发生伫家己厉害边啊，这个代志，会当讲是一个信心的考试，期末考。这个考试交到一人及格，什么人？就是迄个囡仔。伊无管伊将饼甲鱼摕出了后，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学生有解决问题，迄款的方案，总是因评估了后，感觉讲，可能无乐观，因就无行动。群众经历到耶稣解决问题了后，总是因毋是用属灵的眼光，因是用俗世的层面，所以主离开因到山顶去。还即摆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用囡仔单纯的目睭来看伊的工作，毋免想过头精打细算来失去信心。嘛唔通只要看家己来失去经验上帝的机会。伫还未放这个影片台先，牧师有一个故事甲各位分享。我囡仔上细汉的，即马拄咧做兵，真好命，干那4个月了定，像我以前来做1年10个月，伊做4个月。伊若倒来时阵有时会找无到阮，所以我逐个礼拜暗、礼拜下晡，我会载伊去，伊啊等于到金六节，我就载伊去坐车。车顶我问伊讲啊。你的长官对你好不好？好啦，还不错啦，那个袂歹。所以我就想着讲，过去我咧做兵的时阵，我是伫凤山中正武校、中正预校，我伫咧做狱官。迄时阵摕着博士了后，才去做兵。不过你知影，我伫做兵的时阵，我有一个外号叫做机车牌。你知影什么叫机车牌无？红足讨厌的，是啦，对囡仔真严，管囡仔管真严，特别是讲因的内务看到无拄好逐个迄个皮就掀起来。所以我讲体伊就讲，彩排，你甲我共款，咱拢共款是啥？是义务役的，1年10个月，你啥事这么认真？那你甲伊好好相处，不是介好吗？现在什么管，迄嘛要管？我讲你毋捌结婚，你毋知，因为迄个时阵，阮第二囝拄出世。我讲我算过，18年了后，这个学生差不多会当变成做指挥官，还是旅长的指挥官，伊是一个会当下绝对命令的迄个人。啊，18年了后，若是阮囝较袂晓读册，伊嘛差不多爱去做兵啊。我无爱我的囡仔一个咧凊彩的长官下面，伊的性命无得到保障。我今仔日对学生严格，毋是因为讲我起毛一样。我对学生严格，是因为我的囡仔以后伫因的手头，爱受到因的管教甲保护。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真好的牧师，咱的牧师群拢非常的好。总是咱是不是会想到讲，咱的囡仔咧，咱的世世，咱的囝，咱的孙，是不是也会当得到同款这么好的牧师来养饲？今仔日咱的世世，咱的后代，因要得到什么款的牧师，什么人来决定？咱来决定，咱对新学院的关心，会互新学院来造就什么款无同款的传教者，这个传教者以后会起造无同款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真感谢主，我爱甲恁讲 thank you， 因为过去到现在，咱相连教会一直是新学院上亲密的同伴，就亲像拄我所长所基督所讲的。阮是上亲密的同伴，无论是伫相连这个所在，还是以后来阮去你到山顶的时阵，阮拢有真亲密的联系。阮得到相连教会真水的、真好的帮助。无论是讲阮的奉献组织也好，还是年希美对阮的帮助，啊，个阮的迄个美基长老，诚做阮即摆的董事，对阮有真好的帮助。迄个郭董嘛，对阮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阮有真济人，我爱甲恁讲 thank you。阮希望会当继续跟你们同工，甲恁同工，
继续请恁关心神学教育，毋是为着我，是为着咱的后一代，会当继续培养出合乎上帝意爱迄款的传教者。请咱来看这段影片。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教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也去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靠，互伊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过。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军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者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活塞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行业的使命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花。
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互更较侪性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互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搁一个感谢咱少年教会过去到现在对新学院的支持甲疼惜，愿望咱继续三攀同行。嘛感谢恁，因为阮的新学系都开设伫咱的少年教会内底，所以阮的平信徒的教育，因为咱的教会来受到落实。望咱会当继续甲阮支持，继续甲阮指导，咱做伙来起造上帝国。参加来祈祷。弟兄上帝，阮感谢你恩典，阮的手头有你所赏赐的五块饼2尾鱼，总是你爱阮摕出来，才会当成就更较大的心愿。但阮愿意，阮决志，爱做伙甲新学院，甲所有的同工来起造属于你的上帝国，毋是为着阮家己，更加是为着阮的后一代。但恳求你保守。感纳我的心志，感纳我的奉献，感纳我伫你面头前迄款的决志，真正说服阮，互济人看到阮的时阵，对心内底讲感谢。我安尼祈祷，奉主所信名求，阿门。